鏡頭望喺呢邊先。嗱，海景單位啊，呢套單位絕對啱晒我哋香港朋友仔啦，係嘛？咁我哋夏季最中意就係啲海景單位㗎啦。呢一套單位 total 總價50零萬啦，就可以攞到兩個套房嘅單位，直望大海。咁首先見到一個開廚部分啦。咁開廚我哋又唔開明火，但係電磁爐一樣可以做翻個海鮮大餐啦，係嘛？咁啊呢個房係第一間套房，喺呢度啊，裏邊洗手間、乾濕分離啊，全部有齊晒㗎。咁啊嚟到呢度咧就係個客廳位置啦，咁嘅客廳方方正正，餐廳、客廳直望大海，睇電視都可以望到海景，餐台食飯都可以望到海景啊。咁呢個明顯就係主人房啦，成個套房設計咁一樣嘅洗手間，兩個洗手間位置啦。咁呢個單位咧就位於順寮灣呢度啊！而家最新嘅資訊咧就係有巴士喺深圳直接直達我哋順寮灣九名魚海度有個站點嘅，非常之方便啊！嗱，呢套單位咧 total 總價都係50幾60萬嘅咋，咁嘅單位啊好正㗎嗱！望海邊右手邊嗰度咧就富力灣，單價而家去到19萬9，好抵，但係冇咁靚嘅風景啦。呢一邊金融街，佢嘅單位嘅設計嘅戶型咧，肯定冇到咁正㗎啦。咁3個地方咧，你如果係順寮灣計咧，你中意邊個單位都 OK 噶，我可以發啲視頻俾你睇。咁有興趣嘅 follow 呢條我啦。咁啊，最後係最緊要係睇下周圍嘅資訊，即係周圍嘅配套啱唔啱你啊？如果啱嘅話，或者唔了解都可以揾我，或者下邊評區留言俾我啦。咁啊，點翻個 like 我啊，支持下我 subscribe my channel。下期見。